多谢原因来看一个社会新闻。2天前，清明连假头路个事件夺走49条的人命，想不到今年的连假桃园嘛发生轿车冲去台铁这个铁基路以外，地点伫桃园永丰路滨高道，有一辆轿车早起的时呢，向将这个车驶到滨高道，卡伫铁基路呢，袂停袂动。当时有一台火车真加载挡有条，差80公尺就弄掉啊！这个意外造成11班列车、火车拢万分，台铁将会请示运务单，拍算要叫伊赔。警方会依照这个公用危险罪，将这个轿车的驾驶移送侦办。滨高道道青顶，车一台一台驶向前，不过煞一台金色轿车煞向正外，甲铁基路当作大路伫咧驶。后边驾驶嘛，规个人看甲戆去，你无看唔到一台金色轿车规台吊伫咧铁基路顶。今日看这危险的画面，当时一台宽岛直升列车都要驶过来，加载紧打档啊，因为差80公尺就要弄掉。这是伫咧桃园到内陆之间的永丰路滨高道，今仔日下午6点42分，姓港的驾驶驶车敢若无操作好势，才会驶进铁基路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个路段确实常在发生意外。会误转嘛？前面的车那个辅助旁边自己就过不去了。又有栅栏，那你自己要去闯，除非说它栅栏故障或怎么样。这项怪怪行为嘛，是民众看甲戆去，这个意外嘛影响台铁这个帮助换道，火车嘛敢来当单向通行，尾轿车从调离开现场，才恢复双线通车。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慎驶入铁道中经实施酒测值为0。这个意外互火车换道，台铁汤站单副站长讲，会请示运务端按算求偿。警察嘛以公共危险罪，甲这个轿车驾驶移送法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